冷水機早已完成優化，照明系統已配備咗自動控制，大廈已經實施咗一系列嘅節能機會 ESOs， 睇落一切順利正常。但係點樣去證明已完成嘅節能措施嘅實際效益呢？呢個時候大家就需要做測量同驗證 M&V 工作。M&V 係量化包括重新校驗等節能措施所達到嘅節能效益嘅過程。佢不單止係測量用電情況，而係要建立一種可靠、透明同可重複嘅方法嚟驗證節能效益是否真確。M&V 確保你實施嘅節能措施效益有數據支持。如果冇做到 M&V， 節能效益依然只係估值。M&V 可以將呢啲估算轉換為經過驗證嘅結果。M&V 嘅結果可以為你爭取資金、建立信譽並支持未來嘅投資。國際性能測量和驗證協議 IPMVP 制定咗 M&V 嘅國際標準，提供咗結構化框架，劃分為 A、B、C、D 四個主要選項，每個選項都係針對不同嘅項目類型同複雜程度而設計。選項 A 節能機會隔離關鍵參數量度。選項 A 着重喺只量度對能源使用有顯著影響嘅關鍵參數，呢個方法相對低成本而且簡單，但需假設其他參數維持不變。選項 B 節能機會隔離所有參數量度。選項 B 進一步量度所有影響能源使用嘅參數。雖然比選項 A 準確啲，但亦需要更多嘅測量儀器同時間。選項 C 全設施量度。選項 C 評估整個建築物嘅能源使用情況。呢個選項最適合同時實行多項節能機會 ESO， 而 ESO 之間綜合效應顯著嘅項目。呢個方法使用電費單或電錶數據來比較實施節能機會前後嘅用電情況。選項 C 較為全面，但容易受到同節能機會無關嘅運作變化，如佔用情況等影響。選項 D 較準模擬。選項 D 利用電腦模型來模擬建築物能源使用情況。呢個方法通常用係當基準數據有限，或現有安裝唔支援能耗細分嘅情況。當多個 ESOs 之間存在相關影響，導致難以單獨分離節能效益時，都可以考慮呢個選項。選項 D 功能強大而且較為靈活，但需要專業嘅模擬知識同耗時嘅模型校準。咁點樣揀選合適嘅 M&V 選項呢？呢個要取決以下幾個關鍵因素：項目類型係單一措施定係系統全面升級？資料可用性、基準和營運數據是否足夠？預算與資源、測量和分析可投入幾多資源？準確性要求，持份者需要幾多程度嘅信心？監管或撥款要求，是否有必須遵循嘅特定協議？有效嘅方法係諮詢測量和驗證專家，以訂立出最合適項目目標嘅方案。跟住落嚟，我哋睇幾個例子。如果你換咗全新嘅 LED 燈具或採用咗自動照明控制，節能效益全部來自於燈具功率或運行時間嘅減少。使用選項 A 量度關鍵參數就足夠，可以直接喺低壓電掣櫃供電至照明系統嘅輸出電路進行量度。如果你將冷水泵升級為變頻驅動器同埋降低運行速度，從而令冷水流量及總製冷負荷減少，以達至節能效益。呢種情況可以使用選項 B 來量度所有相關參數。隔離測量嘅範圍應該同時涵蓋冷水機組同冷水泵。如果你同時實施咗多個 ESOs， 同埋唔需要估算單一 ESO 嘅節能效益，你可以選用選項 C 嚟概括成個設施。要留意嘅係，只有當成個設施嘅預期節能效益高於建築物電力消耗嘅10%時，先應該選用選項 C。再進一步，當需要量化多個 ESOs 嘅個體效應，
但基準數據不足以支持逐個 ESO 隔離測量時。選項 D 就係一個可行嘅方法。使用錯誤嘅 M&V 方法可能會導致各種負面後果，例如係效益糾紛、資金損失，甚至項目失敗。另一方面，選擇正確嘅 M&V 方法可以建立客戶信心，確保項目合規，同埋展示你嘅能源效率投資嘅真正價值。喺節能績效合約中，已核實嘅節能效益係項目付款階段嘅基礎。喺資助項目中， M&V 就是成功嘅證明及撥款嘅理據。喺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中， M&V 能夠佐證你嘅策略成效。M&V 不單只係一項技術要求，佢能夠證明你嘅項目成功。IPMVP 提供咗一個指南，用嚟量化重要嘅參數同埋確立成效。因此，無論你係剛開始一個項目定係希望改進目前嘅 M&V 實踐，都請花時間選擇正確嘅方法。諮詢 M&V 專家，令你嘅節能項目物有所值。